803係白韻琴小姐。請問你選擇去質問或者質詢邊個人呢？或者盡訴心中情邊位呢？何俊仁啦。好，請首先白韻琴你有20秒嘅時間去問何俊仁。何俊仁有1分鐘嘅時間去回答。請開始。何俊仁嘅新花名就係何茂波。漏報越嚟越多，誠信就破產。咁擠牙膏咁樣，何俊仁，你身為黨嘅霸權，你點樣去解釋你自己一路霸住個位，唔俾後生梯隊去做？好啦，時間完。不過大家都相信知道你想問乜嘢㗎啦。好啦，801何俊仁，請你答。多謝阿白姐姐呢個問題。其實咧呢個問題咧，我已經喺不同嘅場合答過，今次我相信係第4次或者第5次答。其實到現在跟進嘅咧，主要都係好多都係有晒立場，要攻擊民主派嘅報紙嘅，係好清楚嘅。不過我亦都係好樂意再答一次。第一，的確係有一間公司我係漏報咗嘅，呢樣嘢好清楚嘅。咁所以咧，我已經咧就係主動喺立法會完之前咧，已經係公佈咗，即係已經向立法會咧係申報翻嘅。咁咧呢間公司同我完全係冇任何嘅即係我已經講咗咧，就係公佈之後咧，大家知道冇涉及公帑，亦都係冇涉及任何嘅利益衝突。至於第二間嘅公司所謂話漏報咧，其實呢個係完全係亂咁講嘅，因為呢間公司咧完全我係代名人嚟嘅，好清楚有晒資料證明。其實如果再係咁講嘅話咧，係違反咗選舉及舞弊條例，就唔好再俾人咁指責。提醒各位候選人，呢個環節咧，我哋係冇插口時間嘅。一陣咧，大家想互相手嘅。剛才涂謹申議員咧就話嗰啲股權股東好多問題，馮檢基議員咧又攻擊人哋偽君子，又話要白紙咁白。我想問何俊仁議員兩間公司嘅漏報係咪白紙咁白咧？漏報就係漏報啦嘛，我哋要同一個標準先得㗎喎。你又話人哋漏報，何俊仁議員你自己嘅漏報，你話人哋有利益衝突，你而家你本身就係利益衝突，你話人有誠信，你自己有誠信問題，你叫人落台，你自己係咪應該都要落台咧？好，劉江華你。我想問翻何俊仁議員或者涂謹申議員或者馮檢基議員都可以答呢個問題。好，希望你用同一把尺，唔好雙重標準。好，劉江華，咁你答唔答我會嘅訴求？好，即係佢要留任嘅。何俊仁，首先你要回答，究竟你支唔支持陳茂波留任？第二，你要回答劉江華對你嘅質詢。我諗一併回答啦。今次好明顯咧，劉江華即係民建聯係為咗要同呢個陳茂波護航，所以咧就乘機咧就係借一啲報章嘅唔係好準確嘅報導嚟到搏命炒作。我已經講到好清楚個事件嘅性質係非常不同。第一樣嘢我已經講咗，漏報係事實，只係一間公司啊。第二間唔係㗎。如果你再講話第二間公司係漏報咧，你係失實聲明。我再講一次係會被報去廉署話你失實聲明。我哋唔好再嘅第二間，因為代名人咧根據立法會嘅規則係唔需要報嘅。第一間係漏報咗，呢個係事實。但係咧，依家今日牽涉到呢個陳茂波嘅問題咧，就係唔係淨係漏報嘅問題喎。嗱，我嘅漏報好清楚啦，有冇利益衝突？第二點咧係好清楚，大家睇得到咧係冇利益衝突、冇公帑嘅問題。咁我都唔係話陳茂波係有，不過佢為咗遮掩一啲尷尬嘅場合。因為咧就大家知道咧可能會有劏房影響到佢自己個所謂發展局局長嘅職位啦，於是乎咧就係講咗好多嘢咧，俾人覺得佢係想遮掩嘅事實，係想講大話啦，呢個先係大問題。咁咧我覺得如果係咁嘅話係成立嘅話咧，係難以有誠信繼續做落去嘅。我做佢如果就算唔落台咧，願意接受一個獨立嘅調查，我覺得係咁樣。我願意俾個機會接受獨立嘅調查，揾一個退休嘅法官同佢做一個好清楚嘅調查。嚟到咧睇佢嘅誠信係點樣？大家善用你804，跟住804先。我想跟進何俊仁議員嘅講法。嗱，漏報就係漏報，你自己都承認咗啦。至於代名人嘅問題咧，你仲未拎出文件，請你盡快拎出文件。第二樣嘢，雖然冇涉及呢個公帑，雖然未涉及公帑，但係有啲街坊佢捐咗錢俾民主黨嘅，
佢就同我講啦，佢話我啲錢去咗邊度咧？你自己作為股東就定個租金，但係嚟講咧，你自己就收受呢個嘅租金，咁呢個係咪利益衝突咧？如果你同一把尺，你係咪應該辭職咧？你係咪應該退選？所以咧，係嘛？佢完全係炒作，完全唔可以，唔係炒作。呢個資料都未知。嗱，捐錢嘅全部係民主黨嘅黨員嚟炒作咧，㗎。你正式答我兩個問題。嗱，所以佢完全係炒作。何議員，你正式答我兩個問題。第一，你所謂代名人有冇正式文件？第二，錢去咗邊度？嗱，我好簡單。廉署會查嘅。我希望啦，你記住嗱，你今日嗱，你可以問，你可以問，但係咧，你今日你人知道答案之前咧，你就唔好揾廉署嚟擋住先得㗎。劉江華俾何俊仁答，你用晒自己時間。其實好清楚呢件事，我勸佢唔好亂咁講，因為我話俾你聽，你係要負上法律嘅責任。講完，你唔好嚇人啦，你答問題啦。跟住有，你唔好嚇人啊，我會繼續講㗎，何議員。好。